喂，有冇啊？有冇撞親你啊？小姐有冇事啊？你有冇事啊嘛？點解明明係俾人撞，但係反應會咁唔同？呢度可以用空旋效應去解釋。空旋效應係一種自我保護機制，當人面臨壓力同埋威脅嘅時候，會迅速掃描四周圍嘅環境，對潛在嘅危險作出條件反射。呢種快速嘅判斷會容易產生錯誤嘅認知，引發不必要嘅恐懼、擔憂同埋錯誤反應。但係當疑慮釋除，就會立即更正㗎啦。呢個效應原本係出自《莊子·山木》入面嘅市南而聊見老侯。故事入面嘅人坐船過河，前面有另一艘船迎面而嚟，即將相撞。佢對住嗰艘船大叫咗好多次，前方嘅船都冇回應喎。於是佢開始對隻船破口大罵。但係當兩船相撞，佢發現對面竟然係一隻空船嘅時候，呢個人立即怒氣全消。明明係同一件事，環境不變，心態唔同，結果都可以好唔同㗎。